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3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今日国内阁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位伫台湾食头路的美国查甫人，怀疑是美国朋友来台湾找伊的时阵喂互伊的。受到美国影响，台股今日开盘表现真歹，落尾受到美国三大指数起2%影响，落尾最后是无落超过1万点。美国宣布讲，对13饭店了后，禁止去过新境共约26个欧洲国家的旅客入境，这款政策也随引起国际批评。国内在今日阁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咯，目前已经有50例，新增加这个是住伫中部50多岁美国查甫人。顶个月有4位朋友对美国来台湾找伊，而且这4位朋友当中也有人转到美国也确诊咯。指挥中心也怀疑讲，第50例是去互伊朋友画到的。另外，指挥中心也正咧研究更较严格自主管理方式，甲国外旅游疫情建议。国内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佮增加一个，是中部50多岁美国籍的查甫人，伊家己一个人伫咧台湾上班。2月24了后，捌接待4个对美国来的朋友，3天了后，伊小连续出现胃寒、咳嗽、发烧等等的症状，后来去病院采检才确诊。因为个案其中一个朋友伫咧聚会，迄天就出现症状，而且朋友的妈妈伫咧美国嘛确诊得到武汉肺炎。另外一个朋友离境了后嘛出现呼吸道的症状，所以疫情指挥中心研判，第50例去互美国来的朋友感染的可能性较悬，变做头一个美国境外移入境内感染的本土个案。他的友人，他是在这个入境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啦，好，所以说那时候他也不可能会筛检得出来。指挥中心表示，个案因朋友入境的时阵，因为毋是对疫区来，所以无进行体检。未来为着强化防疫，当地研究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会用手机监控，而且是主动回报系统。若是无照时间回报，除了会处罚，嘛会启动找人行动。你没有来固定的照着时间给我每天量2次的体温来回报，我们会罚。你有症状没有来通报，我们会罚。因为国内已经连续4例确诊个案，拢有欧美旅游史，尤其是美国差不多全部拢有。指挥中心嘛考虑对美国华盛顿州、纽约州、还有加州等等优先提悬旅游疫情的建议。美国我们大概是几乎已经到了这临界点的了我们大概一定会把它大概升级，要提醒大家注意。所以我们还是会分州或者分区这样做相关的对应的措施。陈市长表示，伊13早起去外交部向各国特使报告台湾的防疫状况，嘛甲各国讨论要安怎伫咧边境防疫面顶来合作，针对大家真关心的疫情当时的结束。陈市长强调讲，伊敢若看会到疫情的趋势，看无疫情的重点伫倒位。伊阁真笑亏回应讲，上有能力预测疫情的是中国甲 WHO， 毋过中国讲话大家拢毋相信，而且 WHO 到今嘛阁无愿意讲台湾真歹预测疫情的变化，所以咱会做上歹的拍算，上好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也影响到全世界经济。第12，美国的股市也是真凄惨，道琼工业指数也大跌2352.6点。台股部分虽然透早财政部有出来发声安打投资者，不过透早开盘1分钟内就落要到700点。不过收盘时阵受到美国三大指数起2%影响，台股落尾是收伫10128点。国内的实质面基本上还是相当的审慎乐观所以也希望这个国人同胞还有这个投资人这个说能够这个对国内的经济有信心。财政部长苏建仁开幕进行亲身话话，说明台北股市基本面已完全稳定，佮强调国安基金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备战，毋过惊吓性别压。以大到331点开出，不到1分钟，崩盘超过700点，直接灌破万点，盘中指数一路行低。毋过接近尾盘时，美国三大期指起2%起，台股尾盘进驻6个幅度较收，收后半点大关，最后落293.45点，收伫10118.8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3021.82亿。赚了一点，吐出去。股市没有这么快就止跌了啦，虽然国外基金顾立雄什么要安抚这个什么有什么措施，越措施出来越糟糕。关基金的应对措施呢，未必只有就进场一项
它有比如说像可能必要的时候，它会采取这个禁空令等等。半面一片青片片八大类股是真凄惨，其中宽达股台积电失守300块了后，盘中重盘21.5块，随后尾盘支持，最后收至290块。大立光也有乌丙红起80块，收至4000块60块。原本盘面落停加速一度超过200间，最后较少一点到45间，不过也是有上千间，拢是落盘收盘。美股呢，目前的一个这个下跌趋势，如果说没有止跌的话，那这个会造成外资持续针对台股来做提款。过去个案基金有6摆进场救市，第一摆是2000年3月，台湾第一摆证券交替个案基金进场护盘。同年10月，个案基金因为网络国际原油危机，搁一摆进场。第3摆是2004年总统大选爆发，319清洁案。第4摆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最后2摆分别是2012年欧债危机，加2015年因为亚洲货币变大进场护盘。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在今日透早三读通过总经费有600亿的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不过有哪也立委也质疑讲600亿无法度发挥效益。总统蔡英文伫昨在国安会议要指示，拍算要搁添400亿，拢总1000亿，用来振兴经济。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因应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冲击。立法院会13早起，伫立法院长游锡堃弄推之下，真紧通过特殊传染病肺炎防治甲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专案编列600亿，经过3天联席会议审查，加礼拜四党团协商之下，朝野达成共识。无删减冻结预算，也无保留提案。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现在不管是在他们的设备，还是很多的一些紧急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要赶快通过这一笔预算。防疫超前部署，预算必须清清楚楚，而且要用在刀口上。纾困特别预算编列600亿，其中防疫补偿金18.2亿，以及20亿作为振兴抵用券。民众应用伫食饭、上款、市场消费，也有补助艺文场所消费3亿。不过，姚南亚立委认为，疫情继续重创全球经济，甲国内企业600亿根本无够，应该要有随时扩大预算的准备。12蔡英文召开国安会议，只是除了原本的600亿以外，超前部署，各动用其他基金，各投资400亿。如果连总统直接的介入，那院长的角色就更不见了。因为照理讲，你今天防疫中心的升级，应该是行政院院长或副院长来担任总指挥官。不过，姚南亚立委批评，总统直接介入超过权责，反倒带予行政院长甲疫情指挥中心失去功能。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政府伫13过翻点了后，要开始禁止14天内捌去过欧洲申请公约26个国家的旅客入境，而且也要停飞30天。这个消息放出来，真侪伫欧洲的美国人也随要赶回去美国。美国总统川普要决定进前，拢无甲欧洲国家协调，也引起国际批评。欧洲各地主要设置的国际机场12拢出现临时改变行程，赶要回去的美国旅客。We were flying on SAS on Saturday, and we were not sure if we would be able to get back in, if something was canceled. So I spent $3,000 for another flight. 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麦克麦因蒂尔形容，伊伫咧巴黎戴高乐机场看到的状况，真正是喊呱呱。有赶伫咧禁航期限进前登去的美国旅客，用2万块美金的价值来买机票。美国总统川普则以雄用防疫来做理由，禁止14天以来有欧洲新冠26个旅游史的旅客入境，长航30天，嘛互真侪人唔知要安怎才好，真正会使讲是计划赶袂赴变化。C'est du Trump, c'est débile, ça n'a aucune. On peut pas partir d'Europe sauf de Grande-Bretagne, enfin c'est n'importe quoi. En ce moment on vit de façon c'est complètement irréaliste ce qui est en train de se passer au niveau des décisions actuellement, donc c'est tout on subit. 川普要做这项决定之前，完全无甲欧洲各国来进行协调，嘛引起欧盟领袖不欢喜。因讲要打败这场全球性的病毒危机，需要的是做伙合作，唔是孤兵的行动。The coronavirus is a global crisis, not limited to any continent, and it requires cooperation rather than unilateral action. The European Union disapproves of the fact that the US decision
to impose a travel ban was taken unilaterally and without consultation. The European Union is taking strong action to limi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川普迄天伫咧白宫的办公室，甲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会谈，去互记者问话时阵，伊是安尼讲的。When you think of what happened to Europe, because it was very fast and very furious, and what happened is a lot of people went from China into Europe, and Europe suffered tremendously. You see what's going on. And so I just wanted that to stop as it pertain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s what we've done. We've stopped. 根据估计，逐天飞过第三洋往回美国甲欧洲之间的航班超是400只左右。航空旅游业受到这个疫情影响，业绩已经歹甲。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警告，川普的美欧禁航令会互航空业者的困境更加恶化，有可能互航空公司未堪一转来倒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疫情，因的确诊人数也已经超过1700人咯。纽约市第10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真侪观光区爱去的所在，亲像是美国国会、加州迪士尼乐园也暂停开放。另外，邮轮一直咧出代志的嘉年华集团也宣布18条公主航线先暂停2个月。美国武汉肺炎疫情上升，总计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700人，死亡人数超过40人。纽约市长贝斯豪在日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禁止500人以上的大型集会。你有名的百老汇剧院也暂停1个月。And it's painful. It's not something we would ever want to do, but it's something we have to do. I am going to use every power that I have, everything we can find to support people, businesses, and working people going through this, obviously. 美国国会因为传出一名职员确诊案例，宣布暂停开放国会大楼甲2院的办公室。只有议员、职员、记者也是公务访客才法度入去。就连有名的加州迪士尼乐园，也因为防疫考虑，10时起要关起来，至少到月底为止。而华盛顿州市宣布，10日起大西雅图地区国际学校停课。面对疫情一直拖开，美国国家疾病加传染病研究院主任福奇坦白承认，无度应对病毒做全面的检查，是美国公共卫生体系缺点。The idea of anybody getting it easily, the way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are doing it, we're not set up for that. Do I think we should be? Yes, but we're not. 尽管对抗疫情是非常紧迫，参众2院在防疫纾困预算方案顶边也无得达成共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讲，正伫努力来协商。Let us get this bill passed first, and then we see where we go from there. Because the fact is, it's like the house is on fire.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of course, their health and the health of their children. 因为旗下邮轮全球公主号甲至尊公主号船顶拢出现武汉肺炎的病例，嘉年华集团昨日宣布全球18条公主航线暂时停开2个月，防止疫情一直拖开。记者综合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地伫10日暗时宣布讲，首都马尼拉对15开始要封城，封到4月14，陆海空的交通拢爱先来暂停，大约有1280万人会受到影响。根据着菲律宾媒体报道，马尼拉机场出现真侪人去排队，民众也开始三钱要抢买物资。当地大商也烦恼讲，恐惊无法度转到台湾。新竹路中有一个高3学生日前留伫武汉，好佳在有坐着第2批包机回来到台湾。回来了后，伊的老爸也写一封感谢的批信，感谢政府。不过伫武汉也有真侪台湾人留伫遐，因也做喜合意，希望政府赶紧来援接。去台湾的护照证明家己阁是留伫欧巴武汉的台湾人。蔡总统您好，我想回家上学。学生囡仔家己拍影片，诉求会当赶紧返来台湾，阁有心的妇女人希望会当赶紧返来台湾做产检，阁较有人赶着急要返来台湾看医生。现在已经怀孕7个月了，已经2个月没有产检了，也没办法买一些孕妇所需要的营养品。因为我心脏已经装了5支支架，那如果不吃药的话，我很怕会再阻塞。伫第2批的包机载当的361个台湾人了后，当地阁有140外学生、600外的台湾人，因为无法度返来台湾，因的课业、工课拢全部停止。对因的诉求，第3批包机当时会当安排。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指出，这牵涉到两化护性的问题，阁有待观察。学者是认为，短期内底恐惊无法度。
回来以后，两岸彼此放话的一些状况来讲，就是说，彼此两岸对某些问题处理的差距还是有一些差距了。第三批包机看样子好像也没那么短期间好像不会成型吧。真好运坐到第二批包机的人，目前全拢隔离检疫，其中有一个高三的学生，差一点赶袂赴4月大学考试，即届顺利返来台湾，学校的老师拢替因欢喜，伊爸爸嘛写一个感谢批，感谢总统蔡英文甲相关单位的协助。可能也兴奋也感动，然后有相关的事情他要配合，所以也都还没有好好休息。不过呢，就是回到台湾，感觉真好。学校表示，依照这个学生的成绩，真有机会会当考调第一志愿台，好加在即届会赴赶会到第二阶段的面试。返来台湾经过隔离检疫，上紧4月就会当返来学校。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高雄的六合观光夜市，因为疫情的关系，业绩也落尾7成，甚至真侪店家开始甲厝头家退租啊。高雄市政府表示会甲中央争取消费券。另外，伫金门的观光产业也是同款，金门县政府也用减税政策协助业者渡过难关。假期真热烈，人客真多的六合夜市啊，3个月以来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人客拢无啥要来。囥伫路中的桌椅，规期甲菜伫遐，佮本业面大拍开，因为生理已经落5到7成。尽管真侪厝头家已经赶紧来降租，包括店租5万的降到3万，一天700的单位降到500。不过夜市啊176个业者也是有超过30间退租，4个拢是要租要卖布条。真有差不多20%，差不多20以上。退租的啦，因为生意拢做袂落啊，只有吼一工拢也做400-500块啊，做1000几块的啦。只有海产店有时啊暗时讲无开市的啦。高雄市府讲会推出纾困贷款，申请的店头会用得到利息补贴1.5%，并且向经济部争取协助。除了高雄夜市的纾困贷款以外，台南市市场大头防疫也做实物的透明价帮，互买卖双方在安全环境中来买卖。那这样比较卫生啊，客人都满意度都蛮高的啊。看起来比较卫生，然后又看起来就比较优质啊。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全台湾各行各业，碗口观光卫生的金门关面对游客减真多，推出减免房屋税，也有使用牌照税。7层楼来讲，那现在客人减少了，可能只需要用到1楼跟2楼，那3楼以上如果说停用的时候，本来是用营业用税率。现在改成用非住家非营业的税率1.5%。提出减免房屋税甲使用牌照税以外，官府也强调，业者营业规模若是缩减，会使向税务局申请部分的楼层所在停用，甲原本营业用税3%改做非徛家非营业用税1.5%，扣房屋税，减轻缴税压力。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伫2月凭中央大声宣布公众集会指引，不过高雄市文化局最近公告电竞嘉年华的采购案，而且伫4、5月就要来举行咯，敢是带头来违规呢？市政府也出面配合，讲会根据疫情来做调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带队去机关服务处拜访，除了固定的访问，嘛因为按算伫咧4、5月期间举办电竞嘉年华，毋过去互机关之期，高雄防疫会期早就已经规定，100人以上无通风空间的活动必须要停办。市政府是安怎家己违规？电竞竞赛这件事，我们办理时间并还没有定案，也还没有招商完成。那时候因为他们赞助商的一些经费的问题，所以我们调整到春季。那目前来说，我们也依这样的时程来做规划。那目前来说，也是必须在看疫情的考量之后再做一个调整。局长3、2句准过，就赶紧离开，老局来同情解说，敢若是先筹备，会看疫情来做调整。机关是要求，若是坚持要发包，必须要加防疫条款起哩。那是不是要加上这一个条款？如果我们的疫情状况是恶化没有缓解，那你这个比赛应该要来延期。受到疫情影响，国内电竞活动目前大部分拢是取消，还是延期。台湾电竞协会虽然真欢喜看到也有单位愿意来举办比赛，毋过电竞选手认为讲疫情无明显改善，无法度安心来比赛，买众嘛讲唔敢来看。参与活动的人员有可能也是父母亲带着小孩子去啊，那也要看父母亲他们会不会愿意。即使戴口罩，也没有办法保证说整个场合是可以控制住。毕竟现在其实安全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也是能免则免啊。应该不会吧？对，应该还是会在家。怎么说？就是在家比较安全。
高雄电竞嘉年华目前规划伫咧鸡蛋举办，会当容纳真侪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若是市府评估活动有必要性，会要求提出相关的防疫计划。若是无确实执行，就会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各位的防疫人员，大家辛苦啊！讲到咱国军的化学兵有穿着防护衫协助真侪任务，包括武汉包机以及着泉州公主号旅客包机，这寡专门的消毒任务拢是咱国军来做的。其实咱的国军有更较专业的 A 级防护衫，咱也带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清空气呼吸器甲全大式面搭进行气密测试，化学兵爱确保空气无外泄，透过别人协助完成清气密式连身防护衫。你这样子穿起来感觉会不会闷热或怎样的状感觉？不会。这是国军面对强酸强碱或者是高污染物质不可预测的病毒攻击时阵，派遣化学兵穿顶级相关的 A 级防护衫执行任务。而顶一摆的任务已经是20年前的代志了。我们 A 级防护服的话，最主要是可以提供呼吸道跟皮肤最高等级的防护。最近的一次的话，就是民国89年有一个中正大学的一个实验室的一个意外。那我们这个时候，因为有请求我们国军来实施一个救援，那我们这时候就有穿着 A 级的防护进到灾区的现场。一套 A 级防护衫爱至30万，重量7到10公斤，要让化学兵伫战场每日执行任务，相关的训练非常实在。亲切用背楼梯训练器控制呼吸调节，提升心肺耐力。有4种规格防护衫，依照呼吸系统，也有皮肤防护的保护规格作为区分。伫武汉台商等下台湾的班机做消毒，泉州公主号的旅客包机等下台湾做消毒，当然看到化学兵穿4级防护衫咧做消毒。C 级的防护服，因为我们在执行这个所谓的新型冠状病毒消毒的作业的时候，其实就评估来讲，就已经足够使用了。自己当年在投入和平医院的消毒防疫工作的时候，因为当时因为整个院区是封院的，所以所有的形势来讲，大家都会比较来的紧张或不安。可是，在事前也都事先的所有都完成了全力的准备跟训练。A 级防护衫伫病毒细菌可能腐蚀皮肤的时阵会用到，不过伊愿意处理核生化为主要任务。过去捌经过SARS，国军有信心协助防疫指挥中心度过武汉肺炎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外水分明，讲到意大利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啊！现在一天内就增加2000多人感染，到今已经有15000多人治病，死亡人数也上千人了。意大利武汉肺炎疫情继续跌拖，就算政府已经下令全国封城，还佫甲商店关起来等等的防疫措施。过去24小时确诊数量也是增加2000多例，创过一天增加上侪病例数量，每200个人死亡，增加23%，累计总确诊病例超过15000例，累计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Il numero dei deceduti è di 188. Il 98% dei deceduti da inizio dell'emergenza ha più di 68 anni e il 67% dei deceduti in inizio emergenza ha delle patologie pregresse. 首都罗马嘛，因为封城的关系变甲空，冷冷清清，互人感觉真恐怖。Impressioni sono sicuramente di paura, anche perché non c'è gente e ultimamente stanno sempre più avendo paura, quando invece prima ancora la prendevano con leggerezza, vedeva la gente che girava, adesso non più. 疫情上严重的伦巴第大区，因为患者超磅，地区病医收容量无够，搁直接大爆棚来治疗武汉肺炎确诊患者。Ciao, sono Daniela, sono infermiera in un ospedale di Milano e mi piacerebbe parlarvi un po' della situazione coronavirus e come la stiamo vivendo noi qua. 一个护士家己翕影片发出警告，认为大家也是无认为讲武汉肺炎有遐尔啊危险，嘛坦白讲目前医疗资源欠缺。伫这个时阵，一批中国9个人的医疗专家小组，载防护用品等等的医疗物资，在到意大利，会甲当地医疗团队交换对抗疫情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也真侪政治人物开始出现疫情咯，亲像加拿大总理夫人以及着巴西总统的新闻秘书也拢受到感染。另外，伫西班牙也有部长甲机关确诊，也害着因内阁成员甲王室拢爱全部体检。另外，伫法国为着防疫，全国学校拢先来停课。
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各国的政坛，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因某苏菲伫咧当地时间12正式确诊，目前伫咧隔离当中。苏菲进前对英国登去加拿大时，身体无爽快。伊甲杜鲁道伫咧检验结果出来进前，就已经自我隔离。目前苏菲正在接受治疗当中。杜鲁道会伫咧当地时间13对全国发声。另外，巴西总统波索纳罗的新闻秘书12确诊，波索纳罗嘛已经接受体检，预计结果会伫咧13出来。Eu estou com 64 anos, se der por acaso daqui a pouco o teste de positivo, né? Se der positivo, o presidente vai ter que despachar daqui, a gente vai recomendar o isolamento domiciliar. 西班牙的政党嘛同款，并定部长孟蒂罗12确诊，全体内阁成员甲王室拢爱进行检测。西班牙累计确诊病例已经3000多人，超过80个人死亡。东北部的加泰隆尼亚已经封锁4个城镇，当地真有名的圣加道嘛暂停开放游客。边海法国是宣布16日开始，所有学校无限期关起来。Dès lundi et jusqu'à nouvel ordre, les crèches, les écoles, les collèges, les lycées et les universités seront fermés. 马克宏强调，讲武汉肺炎疫情对法国的威胁是一个世纪以来上严重的，呼吁企业和员工伫咧厝内做工课，老大人尽量莫出门。啊，毋过大众运输袂停驶。15日市长选举嘛照常举办，法国过去一天增加500多例，累计要3000例，超过60个人死亡。英国过一天嘛新增加100多例，累计超过500例。首相强生12日宣布进入防疫第2阶段的延缓阶段，而且表示民众若是有症状，毋免等太到确诊，就要先自我隔离7天。当地专家嘛提出警告。虽然目前英国累计感染500多人，啊，毋过经过估计，全英国真正的感染人数应该有5000至1万人。防疫是一场爱长期对抗的战争。I dag kommer regjeringen med de sterkeste og mest inngripende tiltakene vi har hatt i Norge i fredstid. Tiltakene kommer til å ha stor innvirkning på vår personlige frihet. 挪威是萨搁较强烈的防疫手段，伫当地时间12日暗时开始，除了北欧地区，其他国家的民众要入境挪威，无论是敢有确诊，全部拢爱强制隔离14天。全国学校嘛关起来，餐厅袂当营业，关制边境的还佫有捷克。捷克12日嘛宣布进入30天的紧急状态，对15个疫情真严重的国家实施旅游管制。啊，若是中东疫情上严重的伊朗，过去24小时佫增加1000多例，感染人数超过1万人，死亡人数超过400人。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日本甲南韩的疫情。伫南韩的人客电话服务中心，均自感染人数变到225人，南韩的总病例也未到8000人咯。另外，伫日本的老人照护中心甲幼稚园发生均自感染，也互日本的总病例未到1400人。就连美国总统川普也建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甲东京奥运延后1年。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美国总统川普早起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电话会谈的时阵，建议东京奥运上好是延期。That for the Olympics, maybe I just can't see having no people there. Maybe, and this is just my idea, maybe they postpone it for a year. Maybe they do that if that's possible. 这是日本政府甲奥运大臣大家都提出，议员无考慮延期奧運，和真濟東京居民是真反對。選手のことを考えたらさ、やらない方がいいと思うよ。ね、無理にしてさ、コロナがもっとひどくなったらさ、誰が責任持つかだよね。今の状況が続くのであれば、延期して安心した状況でできればいいのかなって思います。日本各地发生老大人照护中心、托儿所的群组感染，各捌坐外籍邮轮登去日本的乘客陆续确定胃着，佮传染互出来的人。好肺炎的疫情是愈拖愈严重，嘛出现了超工传染病毒的状况。爱知县有病人知影家己胃着，必须要伫厝隔离的迄一天，甲出来人讲，要互更较侪人感染病毒，就去餐厅食饭。好一名服务生嘛，互胃着，餐厅爱暂停营业。即卖警方用妨害营业的罪名来调查。在紧急状态宣言的相关法案，伫日本下晡4点外，伫参议院通过成立。不过安倍会伫13号暗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疫情同款真严重的南韩，因为首年电话客服服务中心群组感染，确诊胃着的人增加到200多个人，세종市政府大楼的感染者嘛增加到26个人。 오늘 0시 기준 코로나19로 격리 치료 중인 환자는 7,402명이며 510명의 환자가 완치되어 격리 해제되었고
7명이 사망하였습니다. 南韩疫情和100外国家禁止南韩人入境。南韩财政部13号公布最近经济动态绿皮书，嘛讲疫情拖累到南韩的经济。13号南韩股市嘛大落超过6%到8%，南韩股市搁一度暂停交易。记者林志彤报道。 讲到疫情爆发了后，也和国际石油介绍崩盘。大塑化学厂的董事长陈宝龙表示，国内5大塑胶类拢是销对中国去，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最近真歹转势，希望营收税会当按到年底才来纳。 在德北的台湾科技园区，要被俄罗斯大办设局。如龙集团旗下台湾纺织，20年前要将德北到厂房基地重新开发，成功引300间科技厂商进驻。不过集团旗下台湾纺织德北厂却传出资遣员工，按算上紧6月关厂。那他可能要之前的220几位，4月、5月、6月，分3次来之前员工。 台湾纺织本业表现无好，每年亏损3到4亿，加上最近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加速集团推动转型计划。纺托会也表示，这波疫情对国内纺织业影响真大，尤其国际大厂订单减少真多，今年第一季营收恐怕无乐观。我们大的客户啊 ，Nike 啊、艾迪达，今年在大中华区的这个是第一季啊，就衰退得非常严重。 石化产业链下手的纺织业表现无好，顶手的石化原料业受疫情影响，景气歹，需求减少。国际油价崩盘，经济目前，中油7.3B 指标油价每桶33.74美金，比顶礼拜66.76美金。照中油油价公司估算，下礼拜汽油会到3.8块，柴油64块，创油价公司上落了后上大周的降幅。加上国内石化原料主要出口国兑换中国，为疫情爆发了后，最近营收阁是落真大。说大家正在收入很低的时候，能不能够延后，到年底才来交这个钱？经济部13载起，召开第2摆产业座谈会，邀请国内民生化工产业参加。经济部长辛进振也特别出席，服业者向经济部提出纾困需求。 防疫的支出也能够来抵减参展的费用，这些受到影响也要来考虑。经济部甲企业对话还有2摆，按算16，下礼拜2甲类似型服务业，下礼拜3甲金属机电业。经济部回应所有产业意见了后，伊阁甲行政院讨论何纾困措施，应真正帮助业者。另外，各界认为预算成果少，强调无排除有第2摆纾困有备金。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学校内面的店家生理同款受到影响，亲像台大因有家己的纾困方案，若准是校内合作的厂商，租金是减1半；校外合作的店家租金是减25%。要去台大小学2楼买物件食，爱先磅体温，确认无问题才会当入去。磅体温的阿姨讲，骹手无够，一摆就爱徛几啊点钟，有影真忝。生理若好，就准拄煞，偏偏啊生理是真歹。觉得说哦，干脆下面买一买好了，嘿。 生意差很多，我们楼上生意差很多。可能是嫌麻烦嘛，可能是学校要避免捐助，一半的桌啊椅啊拢收起来，影响到生理。总务处讲，开学到今，学校内底的店头生理是无讲偌好。搁来看到青田76是台大租户业者经营的日本式古迹餐厅，店头私底下讲，食食的生理影响是无讲真大，毋过促销导览的袂少。因为你聚餐一定要拿掉口罩啦，但是因为它这边是套餐式的，就是1人1份，所以也还 OK。 台大统计，学校内外合作的店头甲租古迹营业的有69间，侪少拢受到疫情的冲击，所以提出纾困方案，3、4月先试办。学校内底的店头租金减1半，外口会减收25%，租古迹来营运的延长租期2个月，了后再看疫情的发展来调整。我们根据国有财产的那个不动产收益原则去做计算，有一个基本的部分。那如果一样用75折来算的话，它会。 跨越了那个地板的那个数字，那基本上不合乎法令的规定，所以我们折中方式就是说，我们延长它的营运的这个机会。因为一年会当为合作的店头者收到1800万，2个月纾困至少减收300万。台大认为，若业者志在袂落去，半年内要搁招商嘛无简单，不如互相相敬甲体谅，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
欧美国家的疫情目前也真严重，但国内专家也建议讲要提升旅游建议。指挥中心表示，有打算要要求对1、2级旅游建议地区岛内民众，逐工拢要量体温，而且要汇报。另外，外籍人士入境就要家己开钱做体检。国内有专家认为，欧洲已经变做新的疫情重灾区，建议疫情指挥中心甲欧美国家全部拢提升到第3级旅游疫情建议的警告。而且，这摆的自主健康管理措施就要进一步提升，那无就可能会变做防疫的破口。这个自主健康管理的自我要求要更加被加强，就不要随便去做人际的接触。那不是只是有症状而已，因为有些人的症状很轻微，他可能就产生了散播。这个全球公主号邮轮顶有将近2成的乘客被感染，也有香港的康美楼社区传播。就可能就是通过排气管或者是水身躯的莲蓬头传播病毒。对此，咱国的专家也认为，只要是公家用的物件，就传染风险无排除这种可能性。莲蓬头是属于，比如说家庭内会共用的，或者甚至有些医院，比如说急诊处，它也会共用一些莲蓬头。所以这种共用的物品都是有可能的。指挥中心讲，正一个研究要求第1、2级返来台湾做自主健康管理的民众，每天要透过资讯系统汇报体温加身体状况的资讯，这样违规就重罚。同时也伫咧研究外国人入境台湾的时阵，要扩大采检，并且要家己付钱。记者综合报道。请大家做伙来检举假消息。在今仔日，刑事单位阁公布8件网络假消息，拢是伫咧乱传讲第47例病例就是台南区学园区员工，阁一个是讲高雄小港病院出现确诊病例，提醒民众千万唔通乱传。另外，伫中法官也禁止探病规定，上悬会罚款15000块。武汉肺炎疫情造成大家真惊吓，网络面册架内有真侪假信息。刑事局13公布4件假信息，已经约谈4名牵涉人移送法办。有网友伫面册散布第47例是台南区学园区一间公司员工，为荷兰出张，倒来台湾了后上班，引起区学园区员工惊吓。有网友伫我是像哪人面册社团散布一名印尼移工画照，出自像哪的杂货店，拢是无实在消息。武汉肺炎啊，第47号啊。确诊病例啊是某某科学园区内公司的员工啊，造成科学园区内啊人心惶惶与恐慌，严重啊造成科学园区内企业产能的降低。法务部调查结果查出4件假信息，有咱谣传小港病院出现一位为广东倒来确诊案例，甲伫新庄运动场附近出现确诊案例，拢是假信息。这网友被约谈到案，以特殊条例散布不实信息罪，相关应处3年有期徒刑，实质是300万罚金。为防堵疫情，将法官复审借出探病法则，为3月13起，除了交互病房、安宁病房这特殊探视需求，或者是经过医师同意以外，将法官各病院一般病房一律禁止探病，按无相关，应罚15000。其实医院它本来就是收治急重症的一个地方哈，那它的风险其实我们应该在事先做好一个完整的一个准备哈，所以我们才会在今天开始公告。中法官卫生局表示，有缘开放每一位病人1名陪病的亲友，按过爱实名登记。台北市13也公告补助医护人员住防疫旅馆一案补助1600。依照公务员的规定，只能负担到1600，旅馆愿意用这个价格提供2餐，然后再住宿24小时。台北市府表示，到13为止，台北市已经对70位违反国家检疫规定者开罚，总共有202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企业署在今下晡审查台南北门7股4个供电系统共生的案件，不过环保团体却认为讲，这区是乌面腊八甲大鸟的生态地，企业署拢无完整的评估，无应该着急的审查。规定的乌面腊八伫台南7股的沿海地区找物件食，毋过7股甲北门这个所在有业者要设供电场，企业署伫13下晡进行相关供电系统共生案的审查。有公民甲生态保育团体出面抗议，因为相关审查机制还未完成，无应该开这摆的审查会。我们不是反对，而是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配套，降低光电跟生态的争议。
然后透过公民参与，还有生态的盘点，让光电去对的地方，用对的方法来加速发展。在这个机制还没有确定下来之前，就要先审这4案。在目前的制度没有办法厘清现有的争议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是不利于这个案场跟其他光电案场未来的发展。公民团体表示，即摆审查的4个供电场，环肥甲乌面六尾甲水鸟休的所在，重大真济社会生态敏感区，无适合过度开发。企业主原本承诺会检讨修正相关审查办法，不过到即马拢无完成，安尼审查未有共识。这个再生能源本来就是我们一个目标了哈，那我们都会去比对一些生态的一些这个敏感的区位，那当然基本上要避开嘛，对，类似这样的一些原则，那大家各个委员不同的委员，大家有不同的专业，我们来综合再来讨论。农委会渔业署副署长强调，13个审查也佫增加非政府组织生态成员甲焦虑专家，应提出光电对在地焦虑的影响，对专家学者的建议，会佫综合无同款的意见进行评估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无人机的相关法规伫月底就要来施行咯，不过真侪使用者却认为讲，法规的配套措施有欠点，而且是欠点真侪。下晡伊若去到交通部抗议，认为法规就要完整才来施行。不过交通部表示，目前无延期的打算，月底已经会甲地方政府合作，互配套更加完整。提标记发抗议的口号，包括无人机的业者甲专家，下晡去交通部抗议3月底就要开始的无人机相关法规配套是真无完整。你都只叫他们到目前的航模的飞场去飞行的时候，其实也容易造成很多飞机过多或是塞机的影响。加快遥控无人机检验以及操作人员检测作业，在没有满足考照的报考人次之前，相关的自然人与法人。无人机操作法则能够暂缓执行。立法院是伫107年4月3读通过无人机专项修正草案，按算伫3月底正式实施。草案内底规范自然人使用250公克以上的无人机拢爱注册，若是法人，不管无人机偌重，拢爱注册，嘛爱有操作的证照，才会当申请飞行。而且强制投保无人机责任保险。不过民间团体是认为，各县市上尾飞行图的资料还未定案，而且部分县市空隙用正面表列，恐惊民众会当飞的空隙无济，建议空隙会当改用负面表列，而且增加休闲飞行河滨的空隙，阁有考证照甲训练的所在，降低无人机保费等等的诉求，希望交通部会当延后来实施，而且提高订正书。训练场地的部分一样，如果是属于县市政府开放的一个绿区，那基本上训练场地也不会构成问题。一般的自然人是不需要投保的，必须要400尺以上，我必须要在市区外，或是我必须要在夜间或是你要去喷洒农药。在这些项目下，你就必须要保险。民航局表示，目前并无延期的规划。另外，400尺以下空隙的规划甲处地的权责是属于地方政府。若有规划春秋甲选择期，民航局会尊重。月底进前会甲地方政府合作，互配套的措施更较完整。记者综合报道。甲机关为着要保障沿海市蚵仔民众的权益，修正相关的自治条例。只要是有牌的人，无论是倒边啊，或者是铺边啊，有纳乌边海域使用费的业者，若准受到天然灾害，拢会当照政府的规定去申请补助。饲蚵仔人使船伫咧蚵仔边来去，检查蚵仔生长的状况，为着保障沿海饲蚵仔人的权益，家己关除了有白挂式蚵仔边养殖区域渔业权管理政策以外，今年开始，对白式蚵仔边嘛进入纳管收费。是算讲预防万一啦。其实你若收费补助费用较摕悬的，较摕较悬的，人较有法度接受啦。因为你算讲费用要收，你补助甲伊的。补助金额无一个比例嘛，伤过少嘛，这新辈人较无养育原因就出伫遮啦。嘉义县是国内饲蚵仔上大的产地，一年的产量超有9000多吨，养殖的形态分做白挂式甲铺白式两种。今年开始，甲铺白式蚵仔病来入去管理，那是因为天灾受到损害的时阵，饲蚵仔人得当申请相关天然灾害救助保障，而且买当有效管理。那包括它的蚵棚需要把它强制回收回来给县府这边来做回收。那包括它需要缴交海域使用费每一棚500块钱。那
当然，另外就包括像说，它如果是使用保丽龙浮具的话，它需要做包覆，那避免来污染我们的海洋。嘉义县沿海地区蚵仔病面积超有700多公顷，扑白色蚵仔病超有9000多病。要安怎证明蚵仔病是啥物人的？农业处表示，会先配合画册图的资料来掌握区域甲范围，而且定出蚵仔病的管理办法，确保饲蚵仔人的权益甲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客家的麦仔园是全台湾第2大的麦仔产地，因为去年东北雨水高，再加上产量通要加好一成。不过农民还未收成，切鸟仔烧成来食一顿粗饱。农民也希望野鸟协会来斗相同，唔当互因好年冬说是歹过日。麦仔园规片黄金金，景致真水。天伫咧电线的触鸟仔，目看甲用要流喙烂，规定冲入去麦仔园内底食一顿粗饱。触鸟仔食甲真欢喜，毋过农民看到是要哭无目屎。农民讲这鸟仔袂赶哩，愈赶鸟仔愈枵，煞走去别区食愈侪。愈枵弄，你愈弄，伊愈枵枵无当紧。你甲弄飞去别区嘛是咱的园，因为咱毋是干那单独种这区尔，所以讲伊若要食规位，就原来互伊规位啊食得好，莫甲弄愈枵弄，伊愈枵枵，啊就食愈多。台南客家的麦仔园超过150公顷，是全台湾第2大产区，主要种植冰河、三庆、光华甲新德里。去年暖冬阁无雨水，地势减产3成。今年寒天有落雨，产量按算会当加1成，毋过煞吸引鸟仔来斗收。一位种50公顷麦仔的农民李三勇表示，目睭金金看鸟仔食，实在真无奈。行过甲弄了几千只，迄一工咧只的数量真正会惊人啦。麦仔就本身客家种，目前是我含伫主后种较侪啦。麦仔农李三勇表示，希望野鸟协会会当甲农民斗相共，看要安怎来防治鸟仔，保障农民辛苦要一冬的收成。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后壁的新东国小，最近教育部有甲因补助，伊也请专家来甲因的学生餐厅改造，改造了后也变甲真多功能，咱做伙来看。看起来真通光、真舒适的环境，这竟然是国校的餐厅。伫台南后壁区的新东国小，争取教育部的计划改造校园。伫全国172间学校当中，受到评审的肯定。由专门的设计团队来打造出多功能的空间。改造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提案给台创，那台创为我们媒合设计师，由设计师团队他们提案。改造过的学生餐厅，卖出一间咖啡厅，茶座的长桌，佮配圆形的椅仔，中央通道佮有放屋型的配餐台。中昼食饭会使把菜汤、汤汤放伫顶悬。现在换了个新餐厅，变得很干净整洁。觉得新餐厅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的墙壁全部都做的比较明亮。新的餐厅唔但是予学生食到的空间，更是一个会当上实农教育课程、举办家长座谈会所在。校长林秋美表示，餐厅内底有一面早前的壁画。因感觉对推广实农教育真有帮助，所以特别甲保存落来。这边壁画根据我们的校友说，他们民国60几年在这里读书的时候，他就是在教室的后方。校方表示，希望以后会当踮这个所在进行课程，继续传承在地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埃及上古早的金字塔做塞尔金字塔，经过14年的整修，最近也重新对外开放，咱也带观众朋友来去先看先赢。伫塞加拉的座塞尔金字塔高60公尺，由6层楼梯装平台向顶悬贴起来，俗称楼梯金字塔，是埃及第3王朝法老座塞尔下令起的，做家己死后的梦。古算起伫西元前2667年到前2648年之间，也是埃及上老的金字塔。2003年内部放弃，2006年展开修复工程，想要到2012年。因为阿拉伯之春革命，穆巴拉克落台工程受到拖延，一直到2015年恢复施工最近才完成，互大家用伫14年后重新整治金字塔，建设这座建筑神奇。وهنا نتساءل كيف استطاع المهندس المعماري في القرن ال27 قبل الميلاد أن يخلي هرم كامل بهذا الحجم يكون موجود فوق بير عمقه 28 متر وعرضه 7 متر ويستمر بقاؤه 4700 سنة.
内底通道真会弯弯翘翘，好亲像行入地下迷宫。到左山法老王的梦室，才发现内底拢无共，啊，毋过仍清楚看到大牛甲金属加强固定的痕迹。 لا كان في بعض تساقط احجار من بئر الدفن وتم تدعيمها مع الانكر ده احنا لتثبيت الاحجار لمنع اي تساقط والاحجار الخارجيه برضو اللي في جسم الهرم احنا تم تدعيم وحمايه طبعا لجسم الهرم خلال الفترة من 2006 حتى الآن。有研究指出，楼梯金字塔外形象顶一个真大王冠，不只是法老王的梦，也有互法老重生的目的。这金字塔不只展现建筑之美，也互大家对古埃及文明留着无限想象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 北部地区对15度到18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2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23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2度。 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